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徐凤年有一位远房表舅，他这位表舅就是桃花剑神邓太阿，这位被网友们调侃为旧帮义次的宗师强者，一生只对顶级强者出剑，最差的都是陆地神仙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邓太阿都和哪些人战斗过。第一位赵宣肃，赵宣肃作为黎阳赵家的老祖宗，一直在龙虎山上为黎阳王朝吸收气运。在徐凤年第二次游历江湖的时候，化身为孩童，跟在了徐凤年的身边，想在进入武帝城的时候杀死徐凤年，帮助赵氏除掉这尊大害后嫁祸给王仙芝。结果正好遇上了邓太阿也来到了武帝城。邓太阿杀死对徐凤年出手的六奴后，迎面对上了赵宣肃，没给赵宣肃击杀徐凤年的机会，一出手就是12把飞剑齐出，打的那赵宣肃是落荒而逃。随后又趁着他元神想要飞升的时候，一剑定住他的元神，将赵宣肃斩杀在了武帝城。赵宣肃也是第一位死在邓太阿手上的陆地神仙了。第二位对战拓跋菩萨，在武帝城斩杀赵宣肃救下徐凤年后，邓太阿偿还了当年吴素对他的恩情，于是便远走北莽，前去挑战北莽的各路高手。北莽最强的就是军神拓跋菩萨了。邓太阿当时的境界没有到陆地神仙，所以在和拓跋菩萨对战的时候有些吃亏，毕竟当时的拓跋菩萨是和王仙芝一样武夫正道的陆地神仙，邓太阿打不过他也是正常的。不过在李淳刚开山借剑给他后，邓太阿的剑道圆满了，境界突破到了陆地神仙，和拓跋菩萨的这一战打成了平手。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。第三个对战洛阳，邓太阿在和拓跋菩萨对战之后，在北莽的最后一战就是洛阳了。当时的徐凤年正好也在敦煌城，和红薯大战完之后，就在城门口遇到了洛阳。当时的洛阳盯上了徐凤年，对徐凤年出手了。在关键时刻，邓太阿这位远房表舅又来了，对上第一魔头洛阳。其实洛阳本来的目标也不是徐凤年，他一路杀到敦煌城，目的就是和邓太阿一战。邓太阿此时和拓跋菩萨大战过一场，境界已经到了陆地神仙，面对洛阳的时候也是丝毫不惧。这一场大战呢，还是邓太阿占据了优势。在和洛阳的一战结束后，邓太阿的北莽之行也结束了，随后便出海访仙去了。出海访仙归来后，邓太阿的境界再进一步，达到了陆地天人境界，成为了新武平的4大宗师之一。第四个对战随邪谷，吃剑老祖随邪谷是个100年之前的高手，也是一位陆地剑仙，当年曾和李淳刚互换一臂，可见他也是一位实力极强的存在。在挑战王仙芝未果后，随邪谷便去挑战其他的高手，访仙归来的邓太阿就是他的挑战对象之一。此时的邓太阿武道已经达到了巅峰，不管是剑术还是剑艺都已经圆满，境界更是陆地天人，各方面都超过了随邪谷，所以这一战也没有什么悬念。随邪谷手段尽出，也奈何不了邓太阿，最终败在了邓太阿的手上。败给邓太阿后，随邪谷又去挑战新武帝徐凤年，结果又输了，被徐凤年借万剑击败。可是人间之事，自然由人来决定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徐凤年有一位远房表舅，这位表舅啊就是桃花剑神邓太阿。这位被网友们调侃为旧帮义次的宗师强者，一生只对顶级强者出剑，最差的都是陆地神仙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邓太阿都和哪些人战斗过。第五个追杀谢观音，谢观音是天人在人间的棋子，当年为了谋取气运，不惜杀死了即将化龙的妻子。作为陆地朝仙图的榜首，谢观音十分擅长气运之争，曾在西蜀帮陈之豹谋夺蛟龙气运。钦天监一战，徐凤年击碎谢观音储存气运的白碗，100年大计被破坏后，谢观音受到了邓太阿的追杀。邓太阿之所以会追杀谢观音，大概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看不惯谢观音顺应天道打压徐凤年的举动，第二个纯粹就是想帮帮自己这个远房外甥。面对一位剑术达到极致的武道宗师追杀呀，即便是谢观音也是天人境界，依旧是难逃一死。第六个据北城一战斩杀81位仙人，邓太阿最无敌的时刻，大概就是手持太阿剑镇守天门前的时候了。原本就是天人境界的他，拿到太阿剑时，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杀伐力最强的人。即使是李当心的佛门大金刚，在此时他的面前也脆得像纸一般。为了给徐凤年减轻压力，邓太阿一剑破掉镇压徐凤年的天道光柱。在其他宗师面对北莽大军的时候，邓太阿独自来到天门前，一人镇守天门外，独占下凡的仙人。在天门将走出的81位仙人全部击落为敌仙人。那一天，敌仙人如雨落人间，无人再敢踏出天门一步。纵观邓太阿的这几次出手啊，其中大部分都和徐凤年有关。这位受过无数一饭之恩的远房表舅，嘴上说着恩情已报，此后不想再见到徐凤年，但是每次徐凤年有危险的时候，他都会出现。他也是接棒了李淳刚，成为了徐凤年最好的护道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觉得邓太阿和李淳刚谁的实力更强呢？可以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